林的家扶中心举办3天2暝的夏令营，讲真感谢台中的威斯同济会赞助经费5万块。云林家扶中心的囡仔将树枝、树叶啊、甲花粘伫白纸顶，大拢展现出艺术天分，算甲真欢喜。那个比较大片树叶，然后还有那个小树枝跟大树枝，就是树枝就是贴那个刺猬的那个身体。云林教育中心为囡仔举办3天2暝暑期夏令营，佮邀请到爱心团体甲囡仔互动，大家共同创作出代表爱心、关怀精神的作品。2只手去捧那个爱心，那爱心长出树，然后就成长茁壮。这摆夏令营课程包括艺术创作、理财、甲生态教育等等，要互因有一个精彩假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